大家好，平時我哋講得最多嘅，唔係謝霆鋒同王菲嘅世紀復合，就係張柏芝帶住幾個仔嘅好媽媽形象。呢個風飛枝嘅三角大戲，足足做咗20幾年，大家都睇到識背啦，係咪？但係你哋有冇發現喺謝霆鋒呢個浪子嘅生命入面，其實仲有一個女人，佢嘅地位甚至比王菲同張柏芝更加穩固，更加不可動搖。佢陪伴咗謝霆鋒足足20幾年，見證住佢由一個掟吉他嘅叛逆少年，變成今日識煮飯、識做生意嘅成熟男人。甚至可以講，如果冇呢個女人，根本就唔會有今日嘅謝霆鋒。佢就係傳說中掌握住香港娛樂圈半壁江山、靚過女明星、手段狠過黑社會嘅英皇超級金牌經紀人Money 霍汶希。隨住大熱綜藝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第2季嘅熱播，好多眼尖嘅粉絲就發現評委席個氣場變咗，因為黃曉明嘅退出，節目組請嚟咗一位真正嘅大姐大陣場。當霍汶希坐喺嗰度，嗰種不怒自威嘅氣場，連容祖兒都要乖乖地叫聲媽咪。今日我就要帶大家深入爬一爬，呢位娛樂圈鐵娘子係點樣從一個普通嘅售貨員，一步步爬上權力嘅頂峰。佢又係點樣喺無數次嘅公關災難入面，將謝霆鋒、阿嬌佢哋由懸崖邊拉返上嚟。仲有佢自己嗰個震驚全港嘅秘密生女故事，背後又有啲咩鮮為人知嘅辛酸？準備好未？講起霍汶希，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，哇，個經紀人做得明星啦。冇錯，Money 確實係有做明星嘅資本。故事要由幾十年前講起。霍汶希細個嗰陣，生得眼大鼻高，氣質冷艷，行出街回頭率100%。14歲嗰年，佢就俾星探發掘咗。當時嘅香港娛樂圈最紅係邊個？係林青霞。而霍汶希因為個樣生得酷似林青霞，一出道就拎到咗一手好牌，喺電影《七兄弟》入面飾演童年版嘅林青霞。嗰陣時嘅佢真係前途無量，大家都覺得娛樂圈又要多一個女神啦。到咗16歲，霍汶希轉行做模特兒。你知唔知佢當時有幾癲？短短3年之內，佢接拍咗50幾個廣告，打開電視係佢，行街睇海報又係佢，簡直係霸屏模式。但係正如古語有云，花無百日紅，過度嘅曝光帶來嘅唔係持續嘅人氣，而係大眾嘅審美疲勞。就喺好多靚女仲沉醉喺閃光燈之下嘅時候，年紀輕輕嘅霍汶希已經展現出佢超越常人嘅清醒。佢意識到模特兒食嘅係青春飯，今日你係小林青霞，聽日有更後生嘅靚女出嚟，你就咩都唔係。佢唔想做花瓶，佢想做掌握自己命運嘅人。於是佢試過轉型做演員、做歌手，去考無線藝員訓練班。但係現實好殘酷，娛樂圈唔係淨係講樣，仲講天賦。幾次面試落選，令佢明白到自己可能真係唔適合幕前。嗰段時間係霍汶希人生嘅低潮期，為咗養家，為咗生活，呢個昔日嘅廣告小天后，竟然除低光環，去咗百貨公司做一名臨時售貨員。你哋想象下，由萬人追捧嘅模特兒，變成要睇人面色嘅售貨員，呢種心理落差有幾大？但係霍汶希冇怨天尤人，相反，正正係呢段經歷練就咗佢一身觀人於微、能言善道嘅本領。佢發現自己好識得捉摸顧客嘅心理，幾句說話就可以令對方乖乖拎銀包出嚟。2年嘅磨練，佢嘅業績穩坐公司頭3名。雖然做得好，但霍汶希個心唔喺度。佢覺得呢份工又攰，錢又少，最重要係冇挑戰性。21歲嗰年，佢做咗一個改變佢一生命運嘅決定，轉行做經紀人。因為佢發現自己對於掌控同談判呢2件事係有天賦㗎。剛開始轉行，條路一啲都唔易行。霍汶希入咗一間日資電視製作公司，因為太後生又冇經驗，公司根本唔放心俾佢帶藝人。佢唯有由低做起，打雜、斟茶遞水、製作、推廣、
甚至有時仲要客串做臨時演員。但也正係因為咁，佢熟悉咗娛樂圈運作嘅每一個環節。機會永遠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23歲嗰年，霍汶希跳槽去咗當時正準備大展拳腳嘅英皇娛樂。當時嘅大老闆楊受成一眼就睇中咗呢個女仔身上嗰種狠勁同韌勁。楊老闆覺得呢個女仔唔簡單，將來必成大器。於是佢大膽任命霍汶希做英皇娛樂部嘅負責人。23歲做部門亞頭，手下管住一班人，壓力有幾大可想而知。而老天爺俾佢嘅第一個考驗就係謝霆鋒。當年嘅謝霆鋒係咩樣？16歲，星二代，老豆係謝賢，阿媽係狄波拉，一出世就喺鏡頭下面。佢反叛、不羈、極度自我，上台表演被人噓，佢就掟吉他。記者問佢嘢，佢黑面。佢係全香港最難搞嘅壞細路。而當時嘅霍汶希只係比謝霆鋒大7歲。喺謝霆鋒眼中，呢個所謂嘅經紀人只係公司派嚟監視佢嘅保姆。兩個人一開始嘅關係簡直係火星撞地球。謝霆鋒甚至講過：我入行係為咗還債，你唔好同我講夢想。為咗馴服呢匹野馬，霍汶希用盡咗軟硬兼施嘅辦法。謝霆鋒練歌練到發脾氣，霍汶希就陪佢癲。謝霆鋒闖禍，霍汶希就幫佢執手尾。佢唔單止要規劃謝霆鋒嘅事業，仲要照顧佢嘅起居飲食，甚至要充當佢嘅心理輔導師。有一段時間，謝霆鋒因為一直唔被市場接受，好灰心。霍汶希就同佢講：你信我，只要你堅持，終有一日佢哋會為你鼓掌。直到1999年，謝霆鋒憑借謝謝你的愛1999紅遍大江南北嗰一刻，謝霆鋒先真正打從心底認可咗霍汶希嘅能力。佢知道呢個女人係真心為佢好。由嗰陣時開始，佢哋就建立咗一種超越工作夥伴，甚至超越親人嘅信任關係。有人話佢哋係姐弟，有人話佢哋係戰友，其實佢哋更似係生命共同體。如果講大紅謝霆鋒係霍汶希嘅成名作，咁樣一次次幫英皇藝人化解危機，就係佢封神嘅戰績。霍汶希喺圈內有個花名叫英皇救火隊員。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初嘅頂包案？嗰陣時謝霆鋒後生氣盛，揸法拉利撞車，仲揾人頂包。這件事幾乎令謝霆鋒嘅事業毀於一旦。全香港嘅媒體都口誅筆伐，要封殺佢。係霍汶希第一時間安排謝霆鋒暫別娛樂圈，避其鋒芒，然後安排佢做公益，洗心革面，一步步幫佢重建形象。再來就係更加轟動嘅陳冠希照片門事件。這件事對於英皇嚟講，簡直係毀滅性嘅打擊。當時阿嬌係事件嘅中心人物之一，形象由清純玉女一夜崩塌。嗰陣時，阿嬌同艾四蔡卓妍本身唔係組合，係霍汶希見佢哋兩個細細粒又怕醜，唔敢一個人上台，先將佢哋湊成 twins。twins 係霍汶希嘅心血結晶，係佢嘅親生女。見到女出事，霍汶希心急如焚。事件一爆發，霍汶希展現咗驚人嘅冷靜。佢第一時間安排阿嬌出嚟道歉。雖然嗰句好傻好天真後來俾人詬病，但喺當時嘅情況下，肯出嚟認錯已經係最止損嘅方法。而且大家有冇留意到，阿嬌開發佈會嘅地點，正正係陳冠希當初開記者會嘅地方。呢個係霍汶希精心設計嘅心理戰，暗示阿嬌係受害者，係勇敢面對嘅一方。之後，霍汶希安排阿嬌暫停所有工作，俾大眾一個緩衝期。1年後，當阿嬌準備復出，霍汶希冇安排佢上啲嘻嘻哈哈嘅綜藝，而係揀咗一檔以毒舌聞名嘅訪談節目《智雲飯局》。呢部棋行得極險，喺節目入面，阿嬌被主持人逼問到淚流滿面，開誠布公咁講自己嘅內心世界，講自己點樣愛錯人。這一哭軟咗觀眾嘅心，令阿嬌由一個醜聞主角成功轉型為一個令人心痛嘅受害者，口碑終於開始好轉。再講返謝霆鋒，
當年陳冠希事件爆出，謝霆鋒作為張柏芝嘅老公，頭頂一片綠油油，全城都等住睇佢笑話，等住睇佢發火離婚。但係霍汶希快人一步，搶先為謝霆鋒準備咗新聞發佈會，定調支持太太，共渡難關。呢一招直接將謝霆鋒由戴綠帽嘅可憐蟲變成咗有擔當、有責任感嘅絕世好男人。謝霆鋒嘅形象不跌反升，成為咗男人嘅典範。後來當謝霆鋒同張柏芝真係要離婚嘅時候，局面更加混亂。張柏芝方指責謝霆鋒一直裝好男人，實質冷暴力。面對前妻嘅指控，輿論風向一度對謝霆鋒好不利。呢個時候又係霍汶希，佢第一時間發出一篇公關文，堪稱教科書級別。篇文冇互揭瘡疤，冇惡言相向，而係客觀陳述兩人性格不合，希望媒體唔好過度報道傷害小朋友。最絕嘅係文章最後真誠咁感謝咗張柏芝呢5年嘅付出。呢一招以退為進，既保住咗謝霆鋒嘅體面，又顯得英皇大度。後來這篇文亦被稱為明星公關案例嘅標準答案，能夠將一場原本會撕得血肉模糊嘅離婚大戰變成一場體面嘅分手，霍汶希嘅功力可見一斑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霍汶希好風光，手握大權，呼風喚雨。但係每一個成功女人嘅背後，都有住不足為外人道嘅辛酸。霍汶希曾經講過，佢加入英皇嘅頭10年，只係俾自己放咗唔夠20日嘅假。你冇聽錯，係10年唔夠20日。佢每日嘅工作時間都超過16個鐘，手機24小時開機，瞓覺都要將電話放喺枕頭邊，一響就要即刻彈起身。佢話：我驚我聽漏一個電話，我嘅藝人就會出事。為咗喺以男人為主導嘅娛樂圈打滾，為咗幫藝人爭取資源，霍汶希仲練就咗一門絕活飲酒。你以為佢好鍾意飲？唔係，佢為咗幫藝人擋酒，為咗喺飯局上搞好關係，佢逼自己練酒量。據聞佢每日中午都會飲一杯紅酒嚟練。佢唔單止係為咗擋酒，更加係為咗保持清醒。佢深知娛樂圈嘅潛規則，佢要確保自己千祈唔可以飲醉，因為一旦醉咗，就可能俾男客戶趁機揩油，甚至令公司利益受損。佢係用自己嘅肝去換藝人嘅前途。有一次訪問，主持人問佢最大嘅願望係咩？霍汶希苦笑住話：我希望手機24小時唔好響，等我有一點點屬於自己嘅時間，安安靜靜咁食餐飯，瞓個好覺。這句話聽落去好似講笑，但細味之下，全部都係心酸。佢手下嘅藝人，容祖兒、謝霆鋒、RSA， 每一個都當佢係親人。容祖兒講過：如果冇媽咪霍汶希，就冇而家嘅我。這份感情係霍汶希用命搏返嚟嘅。前段時間，內地歌手華晨宇承認同張碧晨有個仔，張碧晨被稱為晉江文學趙晉現實。但其實要講到真正嘅晉江大女主，霍汶希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2010年已經38歲嘅霍汶希，事業有成，但感情生活一直係個謎。喺朋友介紹下，佢認識咗內地富商賀丹青。賀丹青為人大方，樣貌堂堂，兩個人好快就墮入愛河。賀丹青對霍汶希好好，拍拖無奈就主動話要買樓送俾佢。但係女強人嘅愛情路注定唔平坦，性格不合，加上霍汶希工作太忙，兩人嘅矛盾越嚟越多。2011年，佢哋決定和平分手。正如所有狗血劇嘅情節一樣，分手之後，霍汶希發現自己有咗，而且係前男友賀丹青嘅骨肉。嗰陣時嘅霍汶希已經接近40歲，係高齡產婦。喺傳統觀念入面，未婚生子係一件好大嘅醜聞，尤其佢身處八卦風暴中心嘅娛樂圈。如果生落嚟，佢要面對幾大嘅輿論壓力，佢嘅事業會唔會受影響？霍汶希經過深思熟慮，做咗一個令所有人跌眼鏡嘅決定，生。佢一直渴望做媽媽，
佢覺得呢個係上天賜俾佢嘅禮物，即便冇咗男人，佢一樣養得起個 B。於是佢向公司請咗半年假，飛去美國養胎。佢走嗰日，容祖兒喊到收唔聲。容祖兒話：我從來冇一個演唱會佢係唔喺身邊㗎。但係霍汶希心意已決，喺美國佢獨自經歷咗懷孕、生產嘅過程。生完女之後冇幾耐，呢位鐵娘子就極速瘦身，抱住個女返香港，並且大方公布咗女嘅身份。佢冇哭訴前男友唔負責，亦冇利用個女做炒作，佢就係咁坦坦蕩蕩，係我有個女，係我自己生嘅，我會自己養大佢。有咗個女之後，霍汶希好似打咗雞血咁，更加搏命。佢覺得要俾個女最好嘅生活，要做個女嘅榜樣。於是佢決定大幹一場，帶住英皇嘅藝人北上，進軍內地市場。雖然霍汶希喺香港呼風喚雨，但去到北京，一切都要由頭嚟過。語言不通，文化差異，人脈又要重新建立。佢首先逼自己同藝人學講普通話，佢放低身段，周圍去拜訪電視台、製作人，種種困境，佢都咬緊牙關熬咗過嚟。大家睇到嘅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第一季入面嘅鄭希怡、白冰，就係霍汶希利用自己累積嘅人脈送入去翻紅嘅。到咗第二季，佢直接將容祖兒送上舞台，自己仲親自坐鎮做評委。如今香港娛樂圈巨星盛產嘅時代已經過去，好難再出現好似劉德華、梅艷芳嗰種跨時代嘅天王天后。但係霍汶希，佢見證咗香港娛樂圈最輝煌嘅年代，亦親手操盤咗英皇嘅北上轉型。佢被媒體稱為香港最後一位金牌經紀人，絕對係當之無愧。回望霍汶希嘅前半生，真係精彩過任何一部 TVB 劇集。由一個想做明星嘅靚女，變成一個超市售貨員；由一個打雜，變成掌控娛樂圈嘅女王；由一個渴望愛情嘅女人，變成一個強大嘅單親媽媽。佢身上最令人敬佩嘅，唔係佢賺咗幾多錢，或者捧紅咗幾多個明星，而係佢嗰種唔認命、唔服輸嘅精神。遇到困難，佢唔會逃避，而係諗辦法解決；遇到挫折，佢唔會崩潰，而係抹乾眼淚繼續行。好多人話謝霆鋒好型，王菲好灑脫，張柏芝好堅強，但係我覺得霍汶希先係活得最通透、最真實嗰個。佢用自己嘅雙手，為自己、為個女、為佢嘅藝人撐起咗一片天。有人問霍汶希到底贏喺邊度？我覺得佢贏在格局，贏在韌性，贏在永遠知道自己想要啲咩。佢話俾我哋知，女人唔一定要依附男人先可以活得精彩，只要你夠強大，你自己就係豪門。好啦，今日關於霍汶希嘅傳奇故事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聽完佢嘅經歷，你又有咩感觸呢？你覺得喺謝霆鋒嘅生命入面，霍汶希係咪最重要嘅女人？對於佢未婚生女嘅決定，你又點睇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意見，同大家一齊討論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，記得一定要幫手點個讚，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下期更精彩嘅娛樂圈深度揭秘啦。我哋下期見，大家保重，拜拜。